纯糯米，纯糯米，没有再加别的，不能加，不能加，加下去就硬硬不能吃啊。眼前这看起来软 Q 像是麻糬的东西，有个令人好奇的名字，叫做牛问水。它像牛哈，就是玩水出来的时候哈，然后那个踩那个牛角踩在那个地上那个痕迹，它是先就是像我们要这个是先搓揉，然后之后再把它那个把它煮熟。啊，那麻糬的话，它是就是这个先把它煮熟，然后搅拌，所以过程不一样，所以麻糬比较软，比较会粘牙啊，这个是不会粘牙，比较 Q。原本是客家家庭里普遍传统的点心，用糯米粉搅拌，揉搓糯米团，煮熟之后舀入黑糖姜汁，再撒上花生芝麻就成。绿糖糬很该你的嘛？绿糖糬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绿糖糬嘛给俺弟我不知道哎，绿糖糬是什么？绿糖糬就是牛温水，哦，就是牛问水。那绿糖糬一般什么时候吃？就是我们做种田哦，做完工的时候就煮这个给师傅吃点心，请他。它这个就是以前客家人耕田休息的老点心了，那但是已经被人家遗忘很久了。直到三坑老街要发展，阿秋姨灵机一动，想让更多人知道传统的客家口味，牛问水才又出现，现在成了老街的热门小吃。淋了黑糖姜汁的牛问水，冬天吃了暖身，而夏天就帮客人吃完后加冰水。阿秋姨和女儿想出四季皆宜的吃法，留住客家风味。一碗小点心其实蕴含着过去务农时代客家人对工人表达的慰问之意，而现在阿秋姨希望大家从中也能尝到那一份珍惜的滋味。唔抵毛，俺唔抵；唔抵毛，俺唔抵。